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荣获2022年拉达克荣耀奖；驻台代表格桑坚参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澳洲参议员在国会介绍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的决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欢迎萨迦法王莅临法国巴黎；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拜会台湾驻欧盟代表蔡明燕；永给明就仁波切在圣保罗教授日常生活中的佛教智慧；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会见全日本地方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副主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正在印度东北部进行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8月5号上午出席了在列城近郊举办的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成立日庆祝活动，并获得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颁发的2022年拉达克荣耀奖。达赖喇嘛尊者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并呼吁人们保护好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环境。第104任甘丹赤巴罗桑丹增仁波切、提克赛仁波切、竹巴土瑟仁巴切、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和印度国会议员加扬次仁郎杰，以及来自拉达克列城的其他政要和官员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无惧中国政府多次警告和威胁，在全球瞩目下，于本周二8月2号晚间率领美国国会高级代表团抵访台湾，并且在次日展开拜访台湾立法院、拜会蔡英文总统等一系列的官方行程，成为自1997年以来访问台湾最高级别的美国政要。本周三8月3号，佩洛西议长在访问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期间，在该博物馆的不易遗址就设计、民主和人权等不同主题，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和其他6名人权活动人士举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圆桌论坛。佩洛西女士在论坛上呼吁人权工作者让台湾人民认识中国专制独裁统治，并捍卫台湾的民主与自由。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先生在圆桌论坛上致辞时，向佩洛西议长介绍了西藏境内每况愈下的人权状况，以及中共当局日益极端的在西藏实施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灭绝政策，并呼吁各方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今年10月下旬在台北举行的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向中共发出全球声援西藏的明确而强烈的信息。格桑坚参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8月3号，议长以及他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与在台湾的西藏、新疆、香港，包括台湾一些从事人权工作的一个会议，为我们进行了一次跟他的一次圆桌论坛。那我们在圆桌论坛上，我的发言重点从最先的先报告尊者达赖喇嘛近期在印度拉达克的一些传法活动，已经包括他的身体非常的好。那同时我直接转述的西藏警力的紧张状况，我从近期被抓捕的仅仅因为收藏达赖喇嘛的法像而被抓捕的年轻的女孩，以及因为在家里被收取达赖喇嘛的法像跟书而被抓捕的西藏的生意人，被判处18年的徒刑。一次从这里开始，那
今年一年发生的3起自焚事件，特别是现在习近平在整个西藏实行的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里面，第一，消除14大喇嘛利用宗教在藏区的影响力，做的一个消灭西藏文化、消灭西藏的宗教、消灭西藏民族这样一个民族灭绝政策，我在一一的列出的同时指出，现在全世界讲华语的地方只剩下台湾这一块宝地，然后我们需要守住台湾这块土地的重要性。同时，如果要消除像中共这样专制政权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对像西藏这样的一种威胁，那唯有它实现民主化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要提出达赖喇嘛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政策，是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化的一个催化剂。那我们也敦促美国政府能够跟中共跟任何国家接触，希望是他们能跟我们西藏的代表接触了，解决西藏问题，为以后中国真正的实现民主化打下一个基础。此外，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参议员珍妮特莱斯于本周二8月2号在澳大利亚国会向澳洲各党派的议员介绍了今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通过的决议和相关情况。参议员珍妮特莱斯女士在国会宣读了第8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通过的决议，并呼吁澳洲参议员代表团于今年9月参加西藏游说日活动期间与藏人进行交流，并敦促加入澳洲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各党派议员为西藏的和平和正义而努力。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和驻巴黎联络处负责人郎杰桑珠于上周一7月25号与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登加措、法国藏人协会的代表以及数百名藏人在巴黎火车站隆重迎接了第41任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和第42任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当天，上述藏人代表还在法国戴高乐机场迎接了第43任萨迦法王智慧金刚仁波切。从7月30号至8月1号，藏传佛教萨迦派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3届萨迦世界和平祈愿大法会，第41任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第42及43任萨迦法王及法王子等出席了为期3天的祈愿法会，并向数千名各方信众开示佛法。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于上周三7月27号在布鲁塞尔拜会了台湾驻欧盟代表蔡明彦先生和其他官员。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在会晤期间向蔡明彦先生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正在拉达克进行的访问行程，以及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等情况。蔡明彦先生欢迎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的访问，并介绍了他的办公室在欧盟层面采取的各种举措。两位代表同意在未来某些领域进行密切合作，并深化两个办事处之间的友好关系。本周二8月2号，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因欧洲越南统一佛教会所在地巴里南郊埃夫里庆安寺的邀请，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越南传统节日孟兰盆法会。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在活动上致辞时，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同时重申了越南和西藏两个佛教国家之间精神上的联系和情谊，特别提到达赖喇嘛尊者在2008年8月12号为庆安佛塔开光谢幕，并强调很荣幸陪同第41任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参加这一传统节日。此外，在巴西西藏之家与巴西非政府组织帕拉斯雅典娜的联合组织下，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第7世永给明就仁波切于7月3号
在圣保罗向当地佛教信众发表了以日常生活中的佛教智慧为主题的讲座。藏人行政中央驻拉丁美洲办事处代表景美次仁欢迎永给明就仁波切莅领巴西传授佛法。帕拉斯雅典娜协会的利亚迪斯金教授向现场观众介绍了永给明就仁波切的生平。随后，永给明就仁波切向各方信众讲授了藏传佛教的禅修方面的知识，随后与信众进行了互动。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茨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于本周二8月2号在办事处接见了新成立的全日本地方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副主席油泽由马女士。油泽由马女士在会见代表茨汪加布阿若亚博士时，向他介绍了今年5月在大阪市新成立的全日本地方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情况，并强调西藏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真理、正义和非暴力，并承诺该小组将全力支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代表阿若亚博士感谢油泽优马女士和地方议员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并赠送了哈达和有关西藏的日文书籍。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